约小连续落大雨，伤到农作物。台南市议员伫个总集选替农民来请命，讲这个隔壁乡镇嘉义种毛豆的农民有摕到农委会补助，但是东山区甲后壁区种乌豆的农民却怒说。所来这个议员就问市长咯，这个毛豆甲乌豆有啥物关系呢？市长黄伟哲差一点互扣倒。原来啊，这个毛豆、黄豆甲乌豆根本就是同一种的农作物。这个毛豆熟了后，会因为品种的无同，变做黄豆甲乌豆。讲来嘛趣味，一张替农民请命的职权，意外互咱知影乌豆仔的身世。连续落几啊天的大雨，台南后壁东山种的乌豆本来要采收啊，结果拢烂去。有议员替农友讲话讲，隔壁家己毛豆嘛烂去，有补助小那台南确实无。这句话和市长形容说唔知变怎应。市长，毛豆跟黑豆是什么关系？毛豆跟乌豆什么关系？大家敢知影？不也不一样吗？答案是黑豆、毛豆就是生长期间不同的这个大豆嘛。我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今天学知识。原来真侪人唔知影是毛豆甲乌豆、黄豆根本就是同一种的农作物。讲较白就是毛豆是少年的时成熟后，因为品种无同，变成黄豆甲乌豆。毛豆有真侪人摕去做料理，也是杀来食。黄豆一般是做豆腐甲豆奶，乌豆会使做豆油，也是做饮料。是讲对台南的乌豆农来讲，现阶段上界要紧的就是因的芯片拢乌有去啊，因为采收的时间无符合灾损的补助。望讲中央卖使斗相共。既然有补助家己的毛豆，那呢，这台南的乌豆嘛，希望讲会使补助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